主席啊，所以就係啊，好多場合都見到佢㗎。我哋去到長跑、渣打、馬拉松都見到佢。係啊，佢好有心。開幕又喺度，跟住完咗又喺度，真係好有心啊！佢自己又中意都中意跑啊，係啊，佢自己都係中意長跑運動員，都又中意玩馬拉松，係啊又中意跑步，又支持。佢都係跟阿德教練練習㗎。咁啊，都好有心啊！真係嘅，即係而家香港體育發展都要好多有心人去支持。咁啊，運動員而家得到嘅條件好啲啦，出去集訓嘅機會多咗啦。所以你見香港嘅田徑水平都不斷進步啊！係啦，今次都係啦，大賽入邊運動員除咗攞獎牌，都有個賽事嘅吉祥物啦。係啊，咁啊，啱啱第3名就係中國選手國家隊唐利佳，第2名呢就係嚟自韓國嘅選手權瑞恩，而冠軍就係我哋中國國家隊孫宇瑤啊。權瑞恩又帶咗11個半圈嘅，係即係5000米嘅競走都係一個體力啦，跟住意志力啦，同埋一個戰略嘅配合啊。因為唔係淨係睇 PB 啦，唐利佳要睇 PB 都穩坐係啊，喺今日又係今朝早咁熱嘅天氣天氣啦啦。即係其實做出一個 PB 其實真係好似之前啊大李 Sir 李志榮先生成日都講啊，天時地利人和，其實每一場嘅比賽都好睇呢3樣嘢，要做到晒呢3樣嘢先可能做到一個好嘅成績啊。